一入場已經唔似普通香港 server， 兩邊低密度樓，中央係綠化跑道。呢個 approach 有度假村 Outer Bath， 客飯廳係 small but smart build， 落地玻璃拉闊咗成個視野。460尺最怕焗，呢度冇壓迫感。轉身睇返入口，動線幾清楚，門口、浴室、房門冇互相打交，呢啲細節係香港樓生存技能。房開始有少少香港 sofa 味，擺 queen bed 要靠裝備管理，但窗到頂光線真係夠長。房門、浴室、收納位集中一邊，唔係大地圖，但功能點齊。一房套廁，呢個配置算 rare。一房有浴缸已經唔係 default， 米色石材加暖光，似酒店副本。放完工可以想像點回血。最後上天台直接解鎖 end game。白磚大平台，外面係清水灣海景，460尺，室內靠呢度升維。呢個 rare drop 先係重點。